后来乡亲回头过来看拄则报无了的这个婚姻馆，红列为国家级的民俗活动。口湖潜水庄已经有176年的历史了。每一年农历的6月，拢会办甲真大场，头来缅怀着早年伫水灾来过往的先民。也毋过今年有疫情，所以县府决定甲祭典来取消。这嘛是2003年SARS的疫情了后，县府第2届停办这个活动。法师头的仪式，祭拜早年伫水灾中过身的先民祖灵，这是婚姻馆被列为国家级重要文化资产的民俗活动——口湖牵水庄。依照记载，清朝时伫婚姻沿海因为落大雨，造成口湖、四湖乡等等真个所在有几啊千人来往生。当年旧历6月初6到初7，庙拢会办真大的祭典。这项活动已经有176年的历史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影响，县政府决定取消祭典。为了避免群聚，今年会停办1次。那这个呢，也是176年来，除了在2003年因为 SARS 停办1次，这是第2次。今年的祭典除了有牵水庄、要放水顶、甲打饭、打等等仪式真闹热，是当地真重大的民俗活动。一个讲要取消，民众嘛感觉真无奈。那也是没办法，就是为了防疫啦，对啦，这实在是有点蛮可惜的。取消的话，不要说有这么多人聚集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县政府表示讲，虽然取消祭典，也不过对事先民的心无变，嘛更加应该对这片土地加淡薄仔关怀。